多倫多置業咧，識買一定係買校網噶啦。列治文山市嘅 Ridgewood 社區連續13年咧，連領咗華人置業嘅首選，名校林立，社區高尚，富豪咧肯等400萬喺隔離社區為仔女鋪路，而你咧就需要一半嘅價錢就可以進駐啦。我哋今個禮拜一齊加港區。Yes，sorry 啊，加港區粉絲，因為咧家庭成員增多咗一名啊，咁所以咧而家少咗一 post，不過冇唔記得你哋。今日立即帶你哋去 Ridgewood 社區。Ridgewood 咧就係坐落於喺列治文山市嘅東部黃金地段嘅，因為佢坐落喺 Bayview Avenue 同埋 Major Mackenzie 呢個名流聚會十字路口咧係核心嘅地標，尤其是 Bayview 大道咧係圍繞咗3個富豪社區嘅，由 Bayview Hill 富貴山莊啦、Observatory 天文台社區、Jefferson 同埋而家全新屋苑嘅地段 Richmond Green 都係以 Ridgewood為中心點，404高速公路咧，亦都係出嚟第一個社區，所以咧呢個社區就係為人稱讚3大嘅優勢：一、地理位置好，校網網絡極佳，口碑極出名。Ridgewood 咧而家吸引性咧都係嚟自房屋算係20年嘅樓齡啦，大多數都係做咗內外嘅翻新，所以買咗翻嚟咧就唔需要大裝修，同埋唔會有咁多煩惱啊。Ridgewood 咧都係一個高知識嘅社區，因為呢一度係多元文化共融啦。不過華人嘅話都係佔大多數，23% 英語家庭，19% 普通話，17% 廣東話，同埋9% 波斯語言。每兩個居民其一咧都係有大學或者更高嘅資格，咁所以呢一種書香門第嘅社區 DNA 咧，直接反映咗社區良好同埋鄰里嘅質素出眾，適宜宜居體驗之上。不過順康都俾咗個 tips 你啦，住喺 Ridgewood 社區咧，記住東北邊呢一度咧係有一個環境清幽嘅紀念園區，所以建議如果置業嘅時候考慮到西南邊嘅方向，咁就可以享受社區寧靜氛圍之餘咧，又合乎傳統我哋安居選址嘅智慧。影片嘅片尾咧，立即帶你去睇一間上市嘅3000尺大 corner lot。高樓底靚裝嘅雙車房獨立屋，而家係真係值得 upgrade。咁講到 Ridgewood 嘅最吸引性啦，就係佢嘅校網。呢個中學係皇冠嚟㗎啦 ，Bayview Secondary School 係 Richmond Hill 6年嚟列治文山市嘅第一華人高中首選。打個比喻就係列治文山市嘅南拔萃，提供咗 IB 課程嘅旗艦校啦。然後佢 EQA 平均分數都係90以上嘅，堪稱咧就係律師、醫生嘅孵化器。小學嘅王牌咧就係 Richmond Rose Public School 啦，評分8.9分 ，Grade 6嘅數學 EQA 分數咧高達95分或以上，所以做咗一個 fundamental of 數理精英。咁今個禮拜上市嗰間咧就係派到係呢2間嘅中小學王牌 ，Our Lady Catholic 天主教中學，亦都係呢間屋嘅對面街啫，係好近，真係好近。咁教育選擇多元，亦都係頂尖，難怪承認咗萬無三次嘅終極目標地點。咁睇一睇而家個市場啦，獨立屋咧呢一度佔64% 為主流啦，多於都係建喺1991年至2010年㗎啦。現屬而家呢個30年黃金房齡，既有一個成熟社區嘅韻味咧，又保留到而家現代化嘅翻新大屋，所以雙贏。豪華裝修嘅3300尺雙車房獨立屋咧，平均售價就係而家230萬啦。主打都係正2層大屋同埋入邊豪華裝修大嘅 lot。標準裝修嘅3000尺雙車房獨立屋咧就係210萬至200萬加幣左右，性價比之選，適合追求呢個實用空間啦，同埋最好列治文山市校網嘅換房一族。精品嘅排屋啦，大約26%啦，1800尺嘅 freehold townhouse，大約係150至140萬加幣。咁佢係吸引緊而家好多年輕嘅專業家庭進駐，業主自住率咧高達81%啦。所以 Ridgewood 嘅社區穩定性咧係遠超緊而家周邊開發緊一啲嘅新嘅社區。自駕嘅優勢啦，喺正 Bayview 你都做咗，上下都係一個 Richmond Hill 嘅 core spine， 4分鐘咧，亦都可以直達404高速公路啦。北上 Aurora， 南下多倫多或者華人嘅消遣區咧，亦都上通無阻。交通工具都有 YRT 嘅巴士，同埋呢一度嘅 Richmond Hill GO Train Station， 雙重保障咗市區翻工嘅上班一族。Ridgewood 嘅典型家庭咧都會有2部至3部車噶啦，咁所以喺呢一度揸車係常態。亦都係一個剛需。講到 lifestyle 喺 Richmond Hill 嘅話 ，Ridgewood 都係 top one top two。佢先有 Richmond Green 嘅 Community Centre 啦，有 Ridgewood Community Centre。
最後評價啦 ，Ridgewood 係一個身份同埋價值雙重認證咗噶啦，綜合頂尖嘅校網、低密度居住嘅環境 ，Ridgewood 而家喺 Richmond Hill 嘅定位咧係 Triple A Plus 嘅一個 community 嚟嘅，適合一啲實用主義嘅家庭啦，即係爸爸媽咪亦都要買校網，亦都 afford 到嘅，就已經係 Ridgewood。但考慮到而家校區嘅溢價同埋土地嘅稀缺性咧，呢一個係雙重保值嘅邏輯嚟㗎，所以 Ken 信安喺 Ridgewood 社區而家係俾到95分。亦都記住買 Ridgewood 咧，唔係就係買一間屋，係真係買咗俾下一代鋪路嘅一個投資嚟嘅。你以為我喺公園啊 ？No， 呢一個係85號 Queensway Ridgewood Richmond Hill 社區嘅90×110大lot。呢個大 lot 後花園大到有自己嘅綠色草原地帶。第二個 function 梗係有個 playground， 可以請佢 birthday party 嘅時候20-30個朋友過嚟。然後啊〜仲有個 interlock 嘅 pathway 由前門嚟到後院，做翻一個 exterior 嘅 barbecue space。呢一個位置擺到一個 gazebo 之餘，6人 exterior 嘅座位，享受呢一個加拿大外面嘅生活。我哋入去睇下啦。哇！入到嚟呢個3010尺4+1房雙車房獨立屋嘅時候咧，一樓已經令到我嘆為觀止啦。12尺樓底 smooth ceiling 加上 pot light，3個方向嘅陽光感打入呢一個客廳，簡直已經係好舒服啦。一樓實用空間接近1000尺，由玄關位、小客廳、飯廳、廚房同埋呢個 sunroom reading corner 都非常寬敞。客飯廳足以擺到6人餐桌，12尺樓底懸吊玻璃吊燈。入到呢個 open concept 嘅 breakfast area 同埋 kitchen， 主調嘅都係白色為主，配襯嘅就係 light grey tone 嘅 cabinets， 擺煮食工具、乾糧同埋豉油。你可以睇到佢亦都有好大嘅工作台面，配襯嘅都係白色嘅人造雲石。就連Magic Corner 佢都有2個添啊，非常之實用。我反而最中意嘅就係呢個 reading corner。嗱，呢個 reading corner 唔單止可以攞住杯紅酒喺呢度讀書之餘啊，第二個 function 咧就可以請到你仔仔女女嘅朋友喺出邊玩嘅時候，爸爸媽咪同埋佢全部嘅朋友都可以喺呢一度冇死角地睇住出邊發生咩事，安全得嚟又識得享受。仲有嘅就係 custom cabinets， 可以繼續收藏擺嘢喺呢一度。玄關位前有一個小客廳，呢個小客廳可以做成一個 sitting area， 俾到媽媽喺度傾偈啦，或者未來可以做一個 piano area， 俾女女仔仔喺度練琴。家居安全都係華人社區嘅一大挑戰。呢一間屋已經安裝咗雙門輕量化嘅鋼門啊，咁所以咧點樣打點樣踢都衝唔到入嚟。嚟到嚟第一個 master bedroom 咧 ，double door。2樓嘅第一個主臥室咧，大約450尺 ，include 咗 walk-in closet、office、5-piece ensuite、高樓層 cathedral ceiling 10尺樓底。不過最舒服咧，就係有3個方向嘅窗戶咧，都係光亮同埋 unobstructed 嘅。我哋先講第一個方向先啦，呢一個就係望住你後院同埋後院嘅公園啊，冇任何鄰居。係啊，嗰個係公園嚟㗎 ，Richmond Rose Public School 咧，亦都喺嗰度咋，所以你係睇到仔仔可以行翻去翻學。呢邊咧就係望住 Our Lady of the World Catholic High School 嘅 track and field。然後呢一個 workstation 就係2個方向都望到，唔單止可以望住個 high school， 仲可以望住後邊嘅 park。套廁嘅新裝修亦都係呢個 master bedroom 嘅點綴，廁所光猛乾淨，私隱度高 ，5-piece function， 灰色嘅雲石牆面 ，picture frame window， 令到成個廁所都好光猛，好舒服。6級樓梯上到嚟之後咧，你就係你個 second master bedroom， 繼續係 double door， 入到嚟 king size bed 3邊落床，大嘅窗咧 with 一個 unobstructed 嘅景觀，望翻去 Bayview Avenue， 呢一個窗俾到好多陽光咁打入嚟。呢一間 master bedroom 亦都有所不同，就係唔單止佢有一個 custom cabinets 嘅衣櫃喺度啦，一個 another closet， 仲有佢嘅非常之大嘅 ensuite bathroom。呢一個 ensuite bathroom 都係望翻去 Bayview Avenue， 係一個 5-piece， 有 bathtub、first sink、standing shower、second sink， 仲有一個乾濕分離嘅廁所啊！未完嘅喎，
仲有自己嘅 walk-in closet。哇！嚟到2樓啦，3房4房，窗門同向，都見到6尺嘅床，雙人床、3便落床根本唔係問題。窗門呢亦都非常之大，前面冇任何鄰居阻擋，俾到陽光咁直射到房屋入邊，所以仔仔女女做功課都格外醒神。全間屋有6個廁所，所以每一間房都有自己嘅洗手間可以用。落到嚟呢個地下室，1500尺嘅可用空間。入嚟之先呢，我哋有個洗衣房 ，washer and dryer， 雙魚顏色，乾淨大方得體。然後入到去呢，就係呢個 gigantic basement entertainment area。嗱，不單止佢有一間房啦，然後呢一個 area 可以俾到爸爸媽咪喺呢度 work from home。然後嘅 3-piece washroom 非常實用。入到去佢 basement 嘅一間房 ，queen size bed 3便落床。睇完85號 Queensway 4+1房6次雙車位3010尺嘅雙車房獨立屋咧，其實都明白到買呢一間屋唔單止為咗校網 Ridgewood 社區貼地嘅身份象徵，校網嘅溢價同埋土地嘅稀缺性係真係做咗雙重保障。小學、中學、天主教中學都係 walking distance。我係 Ken Sonon 全職嘅多倫多地產經紀。如果你有買賣同埋租 any price point，I'd love to be your guide。你喺下邊嘅 Beacons link 同埋我嘅電話聯絡我，或者睇呢一間85號 Queensway Drive 係 Richmond Hill Ridgewood。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加港區。